我来继续来看这高雄凤山发生着凶杀案。透早6点外，38岁林姓男子趁被害人要出门上班的时阵，手拿长刀甲被害人堵3刀，送病院死亡。这被害人的太太甲2个读国小的囡仔，亲目睭看到杀人的过程是着大青惊。讲2个人疑似是18年前车祸的纠纷，这个凶手要讨12万，死者不爱好意。这个凶手则透过面册找到死者，进一步埋伏杀人。有车过去比较安全。医护人员来到现场，无用处理。这38岁姓陈的男子，腹肚被堵3刀，失去生命现象。徛伫边仔是伊的太太，甲2个读国小的囡仔。看到这个过程，拢惊到。为什么他已经10几年前还要来这边找我？凶手被厝边刺伫涂骹，警员赶到伊将伊铐手铐。前面讲较多啦，我跟我爸打铁绑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刺了。命案的现场伫高雄市凤山区新富路的巷仔，下午6点外，这姓林的嫌犯拿长刀，趁被害人要出门的时阵杀害。2人疑似是因为18当前车祸的纠纷，嫌犯最近才透过死者太太的面书，找到被害人住的所在，为了讨12万被拒绝，引来杀机。啊，你讲伊透过 FB 找到你哪家啊？然后，刚开始是不知道，嗯，对啊，然后后来就是我老公给他封锁之后，他找到我这边了。他脸书的相关的资料是设定为公开的。警方提醒伫社群网站，民众对家己个人的资料会当选择无公开，避免真做有心人利用的工具。